我们公司啊是做互联网的，可以帮你们在网上管理供应链，做电子商务。那个不需要，未来是互联网时代，电子商务也不需要。大伯，名片您收下吧，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回去吧，大伯，我正忙着呢啊。哎，总经理，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，副总经理，你呢？怎么样，两位经理？我觉得没问题。你有信心就好。作为技术总监，我来复盘一下。10天前，咱们凑了10万块钱做了这家公司，但是10天下来，我们一单都没有接到。我觉得是方法的问题。传单倒是发了不少，效率太低了，都做互联网了，还依靠发传单啊？No。张氏集团董事长张彤向产权传人禅银沙赞助1000万，发展泰拳项目。张彤表示，泰拳作为世界至上之拳，其分支产权的总部就在本市。为了弘扬泰拳文化，未来3年内，张氏集团将持续向禅氏道馆投资数亿元，以助力禅拳成长，增正之界。怎么啦？真被人当枪使了，我出去走走。哎，王超啊，伤好了吗？我听说你跟禅银沙打了一架，是不是心态出问题了？我跟你说，别泄气，练武这条道呢，最怕的就是泄气了。谢谢曹队长。哎。你呢还年轻，这种事算什么呢？方向没有错，多些实战经验就好了。谢谢曹叔。加油！